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来在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1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027天，也是乌克兰进入库尔斯克的第131天。昨天有媒体报道朝鲜的军队已经被编入俄军，正式参加了对乌军的作战。在库尔斯克他们几百人摆成一字长蛇阵穿过那个一片开阔地带，也就是军事术语上面叫枪手的天堂雷区昨天俄方以及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都确认了朝鲜军队已经参战。今天有更多的视频流露出来，就是乌军用无人机拍摄的朝鲜的士兵一排一排的排在雪地里面，已经冻僵了。他们也不冤也只做了一个饱死鬼这个无人机拍的视频那一排尸体数了一下都20多个。这个凤凰卫视卢宇光他援引俄媒报道，他说朝军在库尔斯克攻势迅猛，无人被俘。这个恐怕也是实情朝鲜部队在库尔斯克攻的确实猛，就是肉体冲锋横趟雷区，像飓风一样扫过雷区，然后冒着乌军的这个枪林弹雨顶着乌军的无人机向前冲锋确实是无人被俘，因为都被打死了。你像捉活的挺难这是卢宇光报道是无人被俘，所以你也不能说卢宇光撒谎。这个乌克兰的军事情报机构说12月14日说朝鲜部队在库尔斯克朝一支俄罗斯部队开火，造成8名俄军阵亡。独立报报道，朝鲜部队在乌军占领的库尔斯克地区作战时，向俄军车臣艾哈迈特部队开枪。这个乌克兰的军事情报机构表示这起事件是因俄军和朝鲜军之间语言障碍造成的友军误击，这个问题仍是两军在战场上困难的障碍。当然了，也有人说这个由于恐惧朝鲜军队突然朝这个卡德罗夫的部队开火，恐怕是因为这个卡德罗夫的抖音部队他是督战部，那朝鲜的部队在前面冲呢，遭受重大损失，他们恐怕要撤退，那这个督战队怎么可能容许他撤退呢？双方产生这个冲突，朝鲜的部队向卡德罗夫部队毫不留情的。截至2024年12月14日，配备俄罗斯和朝鲜人员的部队估计损失约200名军人。在战场上使用朝鲜军队的过程中，语言障碍仍然是管理和协调行动的一大障碍。由于上述问题，说朝鲜士兵向所谓的阿赫迈特营汽车设备开火，造成友军误伤，8名卡德罗夫的抖音部队丧生。实际上关于这个雇佣军，对吧？别的国家的国外的雇佣军在跟俄军配合，在乌克兰打仗，这个语言是一大障碍。这个大家可以看一段视频。这2天呢，得到消息，又有4个中国人呢倒下了。没来的呢，或者是正在考虑来的，也就不要来了。跟你们心里面想的那种战场呀、什么环境呀的什么的，各方面都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首先第一的交流吧，最基本的交流都没办法正常进行。毛子们说的那些话呀，或者是指令呀，你完完全全就听不懂，他们只会把你当成小孩。还有就是战场上的残酷，都知道残酷，但是实际上真正有多残酷呢？只有亲眼见了、亲身经历以后才能知道，和心里面那个落差呀，实在是太大了。还有就是吃不好，跟咱们国内的饮食习惯了真的是两码事。下来就是睡，都是睡的地洞潮湿的。完了以后呢，反正是各方面的话跟你心里面落差，心里面所想的当时想的完完全都是两码事。我只能说来这儿10个中国人，有7个人因为各方面原因其实都后悔，但是没办法，已经来了，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但是走下去最终结果呢，很有可能就是回不去。希望想要来的或者是正在考虑的能认认真真的考虑一下。
这个是一名中国人跑到俄罗斯去参战，他是12月13号录的视频，建议千万不要去俄罗斯参战。他其中的一个理由就是跟俄罗斯人沟通啊，没有办法沟通，俄罗斯人把中国人当小孩，如果战场上不能沟通，那这个问题就大了。你说吃不好，饮食文化这个都好说，你战场上的命令有效的沟通听不懂，打什么仗呢？那么朝鲜士兵啊，在库尔斯克啊跟俄军配合，肯定有这样的问题。这个卡德罗夫啊，可以说是不无双至，祸不单行呐。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啊，12月15日当日上午，乌克兰大型无人机袭击了车臣首府格罗兹尼的卡德罗夫部队。当地时间早上7点左右，格罗兹尼至少发生了4起爆炸，卡德罗夫的第2特警团驻地以及一处军事基地均遭到袭击。有消息称啊，此次袭击使用的是乌克兰 E300 企业无人机，其可携带300公斤炸药，射程可达3100公里。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对车臣又一次无人机袭击。12月12日和11月下旬分别对车臣啊进行了2次袭击。这个乌克兰边境离车臣的格罗兹尼好像有800-900公里，乌军的飞机飞那么远，还能精准的击中目标。这个卡德罗夫啊誓言要报复，上一次说要杀死400乌克兰人，这一次怎么报复呢？卡德罗夫说啊，周日早晨有3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格罗兹尼，其中2架被击落，另一架坠毁，未造成人员伤亡。他警告称啊，将以精确的方式回应任何攻击，并会对乌克兰军事集结区域实施报复。怎么报复呢？这个卡德罗夫说，俄军对哈尔科夫目标发动了2次空袭，意在报复无人机袭击格罗兹尼，造成约200名乌克兰士兵被消灭。这个卡德罗夫啊也是口炮啊，俄军袭击哈尔科夫，他认为这是为他报仇出气。实际上卡德罗夫啊也只能逞一逞口舌之快，因为他没有任何手段，他只有阿赫迈特特种部队在前线，这支部队啊还是当督战队维护，对吧？负责治安战，基本上没有机会与乌军啊面对面。也就是说啊，只有乌军围剿、包围、抓获卡德罗夫的这抖音部队，因为这个抖音部队它是在后方，它一般离前线至少要20公里。乌克兰国防军炸毁占领者用于向扎波罗热州被占领地区供应燃料的铁轨，事发时一列载有坦克的火车正在行驶，火车脱轨，海马斯用来击中火车，40辆装有燃料的油罐车被炸毁，价值400万美元。这个我早就说了啊，乌军用海马斯啊覆盖扎波罗热、梅利托波尔，对吧？那条大动脉，只要美国啊提供足够的火箭弹，完全可以封锁那个大陆桥。如果乌军再把克里米亚大桥炸掉，那么这个克里米亚的俄军啊一定会不战自乱。根据这个乌克兰军事情报局说啊，俄罗斯乌里扬诺夫斯克汽车厂附近铁路发生爆炸，也就是乌克兰方面啊，不仅用海马斯，还用敌后武工队啊来破坏打击俄罗斯的这个铁路运输系统，让俄罗斯的这个后勤保障陷入崩溃。这个乌克兰啊还持续不断的打击俄罗斯的石油码头和储油设施、炼油厂。乌克兰方面周六说啊，他们连夜攻击了俄罗斯西部的奥廖尔地区的一个石油码头，并引起大火。奥廖尔州州长在电报频道中说啊，当地一个设施遭到大规模无人机攻击，导致燃料起火。乌军总参谋部说啊，基辅部队攻击了位于俄罗斯境内约165公里处的斯塔尔诺伊孔一座大型石油仓库。参谋部说啊，这是奥廖尔市郊区最大的石油码头之一，是向俄罗斯军队提供补给的军工综合体的一部分。俄罗斯媒体公布了据称是被攻击油库的图片，显示火灾产生的浓浓烟尘弥漫着整个夜空啊！奥廖尔州州长克利奇科夫周六在电报频道中说啊，俄罗斯防空部队击落了攻击油库的乌克兰无人机，火势在凌晨5点得到控制，但未被扑灭。由于乌军啊持续不断的打击俄罗斯的炼油这个设施、码头、仓库，导致俄罗斯啊再一次，对吧，就禁止啊俄罗斯的柴油、汽油出口，因为自己国内用都不够了。美国将提供4.4亿美元用于支持乌克兰的一系列项目。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美国副国务卿尔马宣布这一消息，其中美国将额外拨款7470万美元用于支持出口导向型农业，这样做是为了让乌克兰农民和加工商在乌克兰经济复苏中发挥更大作用。美国还将提供2.23亿美元用于重建乌克兰的运输系统、基础设施和物流，这些资金将用于对乌克兰与欧盟的边境口岸、黑海和多瑙河港口进行现代化改造升
编辑边境地区铁路路段，并加强乌克兰向欧盟出口商品的能力，还将向乌克兰复兴信托基金拨款3500万美元，这将有助于在重建过程中建立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美国将提供1.05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培训和装备乌克兰人，使其能够胜任明天的恢复和工业工作。也就是拜登在他下台之前呢，还是在尽最大可能的在援助乌克兰。我们再看看这个叙利亚，由于叙利亚这个阿萨德政权断崖式崩溃给迪保老人沉重的一击可以说迪保老人现在是惊慌失措，这个都不过分因为迪保老人现在做了一系列迷惑的，就是让人疑惑的动作，似乎迪保老人已经不再像往常那样闲庭信步这个叙利亚的新政府领导人祖拉尼亚宣布，叙利亚要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实现以叙二国人民世代友好和自由往来。同时，叙利亚新政府宣布，驻叙利亚俄罗斯和伊朗军队必须在75小时内退出叙利亚领土，否则将遭到毁灭性打击。在叙利亚，所有俄军已在赫梅尼姆空军基地集结，准备乘坐安24运输机返回俄罗斯。大家在网上可以看到很多视频这个俄军开着出车装甲车、卡车，在那个叙利亚的街头呼啸而过，然后那些叙利亚人不是拿着鞋子就是在那儿扔石头。叙利亚人把鞋子拿起来，举着鞋子，好像这就是最大的侮辱和嘲笑。确实这个很有意思大家仔细琢磨琢磨，就是什么叫反差，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这当年这个美军从阿富汗撤走的时候，大家还有印象，我的飞机上翅膀上还挂着人，就是阿富汗人跟着后面就往飞机上扑要把他们带走太可怕了。但是你看俄罗斯人撤出叙利亚的时候，遭到的是这种嘲笑侮辱，没有人往俄罗斯人那个卡车上爬，说把他们带到俄罗斯去。这个现象大家应该去对比分析什么原因导致的。按理来说，那叙利亚人也应该往这个俄罗斯人的军车上扑这好歹得有几个吧，哪怕是演戏请几个人配合一下，说明他们对俄罗斯的向往。结果搞来搞去只有巴沙尔一家对俄罗斯很向往，偷偷摸摸的据说巴沙尔偷偷摸摸的跑到莫斯科，走之前还放了个烟雾弹，把这个政府军的高级将领还有政府那些高级官员叫到一起开会，说俄罗斯的这个援助在路上，援军就在路上，让大家坚守。结果自己散了会，就带着一家老小坐着飞机飞莫斯科了，玩得好据说连他弟弟都没通知，这叫仓皇出逃。这个俄军一撤出基地美国的特种部队居然就进入叙利亚北部原俄军的基地，就俄罗斯人前脚走后脚，美国特种部队就进驻。你说这叫什么事？迪保老人能忍下这口气吗？苦心经营了10几年拱手就让给美。当地时间12月14日，当地居民拍摄的视频显示，在驻叙利亚俄军部队从叙利亚北部的科巴尼基基地撤离后，美国特种部队的车队已驶入该基地。这个俄罗斯人表达愤怒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切断给叙利亚的粮食援助。结果这边刚宣布说叙利亚因为政府混乱，俄罗斯暂停向叙利亚的粮食供应，那边呢，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马上就指示乌克兰政府建立供应机制，以帮助向叙利亚运送粮食。也就是你俄罗斯粮食不送，乌克兰送，乌克兰准备帮助叙利亚防止粮食危机，特别是通过人道主义计划供应来自乌克兰的谷物。乌克兰现在有底气这么说这么做，那是因为强大的俄罗斯的黑海舰队现在已经改变了用途，水面舰艇全部改成海底部队，导致乌克兰人在黑海上面通行无阻。不过这个俄罗斯人他不这么认为，因为俄罗斯国内的媒体还有俄罗斯人官方他们指控美国和土耳其联合制造俄罗斯紧急撤离叙利亚的谣言。俄罗斯人说关于俄军基地的谈判正在进行中，在叙利亚整个潜队在塔尔图斯和赫梅米姆集结，目前暂定有75天的时间撤出，但在此期间有机会就维持俄罗斯在叙利亚和非洲基地的条件进行谈判。还谈什么呢？祖林拉都已经下逐客令了，要求俄军撤离叙利亚，还赖在那儿有什么前途？由于俄罗斯最近遭到接二连三的打击这种打击远远超过在战场上的损失因为战场上损失对普京来说无所谓那都是耗材他可以随便宣传，但是在国际上面的挨的耳光，那不利于俄罗斯，也不利于普京的形象。大哥要面子，大哥花了那么的钱就是维持一个面
面子，结果现在面子维持不了。由于在俄罗斯国外遭到接连的重创，所以大帝需要拿出行动来提振俄罗斯人的士气，来鼓舞俄罗斯人。所以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派系召开大会，给这个什么俄罗斯统一党鼓劲打气。普京说在制裁背景下，经济持续增长。而这个梅德韦杰夫继续给统一党这个党员成员画大饼，说未来不排除有新的地区加入俄罗斯。你看看俄罗斯人就喜欢这个吞并领土，未来除了乌克兰之外，还有别的领土被吞并到俄罗斯。这个普京甚至说俄罗斯准备不仅在军事战线，也在文化和经济战线上保卫自己。普京指出，俄罗斯已准备好在所有战线上反击对手，包括在军事前线、文化、世界观和经济领域。普京说在各个历史时期，我们的对手都企图破坏俄罗斯的统一，现在他们又在采取类似的方案，试图分裂俄罗斯人民，打民族牌和宗教牌。我们将坚决制止这种挑衅行为，我们将反击任何威胁和挑战。我们已经准备好在所有战线上进行反击，这不仅仅在军事接触线上，事实上全球性的决定性对抗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化、世界观、经济和技术领域等。普京说准备好在所有战线上反击对手。这个好是好，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他在海外最大的这个头部黄额加头老师被禁言了，所以普京的这个在文化、世界观这个领域的反击显得就有点单薄了，少了一个主力干将。在全网有着7000万粉丝的这个加头被禁言，发不了声。地保老人痛失一员海外大将主力我们再看看俄罗斯国内对俄罗斯的经济来说可以说是叫麻绳专挑细处断的。就在刻赤海峡附近，也就是克里米亚大桥那一带，俄罗斯的2艘油轮居然先后发生断裂，然后沉入海底。一艘油轮上有13名船员，载有4300吨燃油；另外一艘油轮呢，载有4000吨燃油，有15名船员。2艘船先后在这个刻赤海峡沉入海底，造成燃油泄漏。在这2起事件中海浪冲击船体，造成一个洞，然后这个船体就产生裂缝，这个裂缝越来越大，导致油轮断成2截并沉没。目前俄罗斯方面没有什么说法，这个到底是海浪把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油轮给它拍断了，还是说是遭到什么乌克兰的这个鱼雷或者是叫无人艇或者无人机的轰炸，这个都不好说但是也有可能是被海浪拍断，因为俄罗斯现在运油的这个船全部是2手的，要退役的，船龄非常老，年久失修质量很差，结果经不起这黑海的巨浪折成2段。这个因为遭到美国和欧盟的制裁，俄罗斯这个运油的船也是沉一艘少一艘，叫影子船队，叫幽灵船队，得不到维修保养，得不到更新，得不到替换。俄罗斯国内的经济大家都知道现在是一团糟因为它早就转向战时经济， GDP 在增长，但是那个增长全部变成炮弹炸掉了。俄罗斯统计局公布的2024年前9个月工业生产动态表明，俄罗斯的工业增长逐渐放缓，3季度俄工业产值同比增长 3.1%， 2季度为 4.4%， 1季度为 5.7%。 你看看1季度、2季度、3季度是逐步在下降。根据俄罗斯统计局数据2024年9月份俄罗斯工业呈现零增长，而7月份和6月份则出现萎缩。这个工业生产它的增长里面包含了军工的生产，因为在经济分类中军火生产是纳入工业生产这个范畴的。根据俄罗斯独立报称俄罗斯联邦的制造业仍然是增长最活跃的行业，但由于劳动力和资本等关键因素受限，俄工业增长放缓。同时贸易结算造成了进口困难，也对经济增速造成不良影响。大家都知道这个所谓的进口困难和这个结算限制主要是针对军工的，这个没有疑问，连军民两用的都受到限制，它主要打击军工这一块。那么根据以上这些信息我们可以知道合理的推断出俄罗斯的军火生产已经陷入停滞，军工产品的产品质量基本维系在2023年水平，也就是2024年俄罗斯恐怕在军工生产上投入了更多的资源，扩充产能，增加了员工数量，增加了生产线，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为它缺乏关键的零部件，因为进口困难限制了生产增长。另外一个俄罗斯它也缺乏熟练的工人，要不然它不可能跑到缅甸、跑到印度、跑到尼泊尔去招这些工人，还有中亚，对吧？它这熟练的工人缺少，然后又缺乏零部件，开工率不足，劳动生产力大幅下降，对吧？这也就很好的解释了俄罗斯官方对各种军工产品的预期产量非常高，但
实际交货量很低。为什么交货量低呢？就是因为它缺零部件，缺熟练工人。所以说啊，战打到现在，俄罗斯的军工生产的产量应该是在大幅的下降，这也就很好的解释了，就完美的解释了，作为军工大国的俄罗斯，军工出口啊，以往都是个出口，居然要委曲求全去求伊朗、求朝鲜支援155毫米的炮弹，152毫米炮弹，还有这个无人机弹，这就是主要原因。所以通过这些观察啊，俄罗斯还能坚持多长时间呢？卢布已经崩溃了，只要美西方的制裁继续加码，对吧？勒在俄罗斯脖子上的绳子越来越紧，现在就连大国啊加强了对俄罗斯的这种出口的禁止禁令，禁止出口物资清单啊都140页，跟俄罗斯的贸易11月份呈2位数下降，什么意思啊？那这么坚持下去，俄罗斯是扛不住的啊。但是不要紧，这个时候啊，普京紧紧地抱住了莫迪的大腿。消息人士透露啊，上月俄罗斯石油公司批准了一份同印度签署的原油出口协定，印度将在今后10年内每天从俄罗斯进口10万桶原油。印度在今年8月已成为俄罗斯原油最大买主。你看看变了啊，以前是大国是俄罗斯原油的最大买主，俄罗斯50%的原油出口给大国，40%剩下的10%给其他国家。现在已经发生变化了啊，印度是第一大国了。新协定是两国迄今为止达成最大规模的能源交易。3位知情人士于周四就12月12日表示，新合同预计将于明年1月开始实施，其中包括合作延长10年的选项。所以目前种种迹象表明啊，这个俄罗斯啊接下来要紧紧的拥抱印度，要抱紧印度的大腿。但是啊，即便抱紧了印度，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最终难逃失败。印度给不了俄罗斯什么东西，倒是可以出口啊印度神油。大国呢多出口一些尿不湿，印度神油加尿不湿，那是居家或者旅行必备神器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着，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谢谢大家。